湾已过伫咧明年得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因为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目前咱国内失智症的人口是已经超过35万人啊。为着要营造对失智症友善的环境，国健署甲菜市仔、柑仔店、公庙、药局、银行等等的所在，加入对失智症友善的据点，鼓励这服务人员得爱理解、帮助甲支持这失智者。阿公甲阿嬷伫台顶搬布袋戏，互大凯的人看了是笑嗨嗨。虽然这阿公阿嬷有失智症，真侪代志拢已经袂记啊，但是布袋戏的台词，因是记甲真清楚。只偌济500块啊，土匪啊，毋是啊。你拄食迄个人食的嘛爱算你的啊。逐当的9月份就是国际失智月，为着要打造友善失智时代的环境，国健署鼓励阿公阿嬷食去的菜市仔、柑仔店、公庙、便利超商、药局等所在业者，会当加入失智友善的据点，来支持失智的老大人。17000个社会的组织参与了我们这个失智友善的组织，包括我们非常了解的药局、很多便利超商。甚至我记得还有很多的早餐店哈，还有银行。台湾伫2029年会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。根据卫福部的调查，台湾伫113年总共有39万人有失智症。预估伫20年了后，台湾平均每天拢会增加48位的失智症患者，等于就是每30分钟就有一个人。国健署嘛，迄一出甲失智症有关系的纪录片，希望互更较侪人认捌失智症，嘛鼓励更较侪单位加入失智友善的据点。记者狄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